位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我们非常开心，很高兴，又是我们互相要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时刻。今天呢，师父简单为各位介绍这一章，就是迷信宗教是不怕，迷信宗教不怕，因为只是不懂。不信宗教是可悲的，因为一无所得；邪信宗教是可畏啊，因为会走入歧途。正信宗教可喜，因为前程会光明。那么这怎么解释呢？可能如果我们不粗略的这样给各位大家做一番介绍的话，恐怕有些人还是不大懂，不大很清楚。那么我们就来讲迷信宗教是不怕。为什么迷信宗教不怕？迷信宗教，迷信这两个字，就是你不会辨是非的，不明真假，盲目信仰。就是你不辨是非，你不会去分辨什么叫做对，什么叫做错，什么叫做好，什么叫做坏，你不会分辨。不明真假，你不清楚啊，不了解什么叫做真的呢？什么叫做假的呢？你不懂，好像我们智慧比较肤浅，判断能力呢比较差一些。那么这叫我们人家讲什么，我们也跟着这么去做，就叫迷信。迷信宗教为什么不怕呢？因为你有信，内心当中懂得有因果嘛。最起码他是善良的，他懂因果呢，就再怎么样就不会太恶毒的人啊，他的内心当中不会很凶残，他懂因果嘛，就知道善有善报。恶有恶报，不是不报，是时间未到。那么他虽然是迷信宗教，但是他有知道说，我还是有信，所以基本上他还是有善根，所以他不这种对象呢，我们不会担心，因为他只是不懂而已。有一天我们告诉他什么叫对，什么叫做错哦，什么叫做真的，什么叫假的呢？他能够怎么样？马上回头回来啊！那这样他很快就走入正轨了，哈。所以迷信我们不怕，但是不信宗教是可悲，完全不相信，不采信，也就是他内心当中对这个有排斥，他不信宗教是很可悲的，是一个悲哀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不信宗教的人？他不懂因果啊，不接受因果啊，不了解有因果的道理，他不了解，所以他就为非作歹了，什么事都敢做，什么事情都敢干，所以这个为非作歹。所以没有一个宗教信仰的人，那么没有因果观念，各位，他心中没有依靠，他是非常寂寞的，内心是很空虚的。有一天你真正的面对死亡要离开的时候，或者是意外事故、多灾多难，随时临身的发生在你身上的这么一个紧急状况的时候，各位，你没有信仰，那时候就是茫无目标哦，心中没有一个归属感哦，所以变成了无头苍蝇了，所以他就变成一无所得。所以一个不信宗教的人是个可悲的啊，可悲。邪信宗教可畏，这个邪偏差的嘛，邪恶嘛，是邪恶。他利用这个宗教的信仰，利用人家很虔诚善良的心，利用他欺骗他。各位，那么呢，他们搞神通啦，对不对？搞神通，搞名闻利养啦，这些东西都是邪信。邪恶的那种来相信这个宗教，利用宗教做一个很偏差的在诱导，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怕的，非常可怕。我们呢，佛都不赞成一定要用神通来度化众生，不可以。
有的人利用宗教骗财啊，骗很多人家的东西，这个就是利用宗教叫邪教，这叫做邪教。尤其最近呢，出现在韩国，说他来了是什么人，他是什么天神来的，只要信靠他就可以成就。你看多可怕！佛都告诉我们了，说我们的末法众生呢，经常把自己认为自己就是一个什么哪一个菩萨在世，哪一个什么成愿再来的。你就算是了，你都不能泄底啊，不能泄露你的身份。过去的祖师大德，一旦就是他是佛菩萨来转世的，他都不能够。一旦如果泄露他的身份，泄露了，他马上就往生，马上就离开人间。所以各位，哪里有现在还是明目张胆的告诉他我就是什么神呢？啊，大家就信以为真，大家很盲目的崇拜。哎呀，各位都被他利用了，被他利用了。甚至有的人说他是什么佛啊，我是什么佛。大家崇拜的要命，要什么就给什么，要什么给什么。像上一回啊，在三重，我们有一个叫做一个道教的寺庙，他那个是呼机啊，呼鸾，就是好像来附体出来的一个神讲话。结果这个神呢，各位起初很准哦，很准。后来呢，他要求说。这个乩童啊，本身需要房子，本身需要车子，那么希望要有一个小老婆。结果你看，结果这些信徒啊，完全没有智慧判断。哦，乩童他就把它当作是这个神讲的话，他就完全信以为真，结果就供应给他，要房子就房子，要车子就车子，就供应给这个人。结果这个人呢，你看。他一看就是邋里邋遢的，随随便便的。你喝酒啊，嚼槟榔啊，那个穿着一看就是很庸俗的这么一个人。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大票的人呢，都来信仰他。他说他是神靠近他的咯。所以这种邪性、邪恶的信仰宗教，这是非常可怕，因为会让人走入歧途。如果是正信宗教的呢，我们对于宗教是劝人为善的，对不对？让你成就，一定要离苦得乐，跳脱六道轮回啊，让你最终能够达到成就这个佛的道业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正信。如果你懂这个道理，什么叫做正信？佛告诉我们，一切都是空，一切都是无我，一切都是无常。这个你没什么好贪求的，叫你要看破，要放下，不要执着。这个是指正信宗教，因为这个道理呢，是不但现在相信，以后不管年代有多久，有多远呢，它还是一样，永远不变。这个叫做真理。所以真理我们一信，我们才知道哦，生命是无常的哦，时间是短暂的哦，所以我们不要跟人家记恨哦。不要因为你来跟人家有这种敌对，那么这样你的内心就很坦荡的放下这一切的是非恩怨，你能够放下，这个叫我们正信宗教不贪不争不求，什么东西都想好说好做好。如果你用这样来信仰宗教，是非常可喜的欢喜的一件事情，为你深深祝贺，因为你以后的前程光明无量。光明无量，各位，那没有任何障碍，而且不但能够离开这个娑婆世界的六道轮回，更重要的能够成就道业，很快发愿往生西方成就。所以各位要有正确的信仰，一定要有正确的信仰，不能我们的邪教像邪信一样，不可以有这样的举动的，不能有这种概念。所以我们活在世间这么刹那之间很短暂的生活，我们要抓住，一定要对的方向，就是一定要好好的珍惜。
如果错误的地方，马上纠正，马上就改正，然后好好的让自己，不要受到，因为这个信仰是我们很虔诚的心呢，结果就被利用了，被加害了，是很惋惜的一件事情，对不对啊？很可惜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章呢，提供给所有我们十方信众大家有缘的众生，大家来参考。我们祝福大家大家都有正确的信仰，然后有正确的成就能够真正的离苦得乐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